Hello，而家應該有聲嘅話，正話錄咗條片有冇聲？真係激氣！啱啱跑完咗10場賽事，大家有冇收穫啊？今日我唔得閒睇啊，應該好熱嘅，咩打比係賽事都係有級數噶嘛。咁我咧今場開始繼續。2026年3月22號，專攻4場賽事連環第4集，我啱啱測試完之後嘅初試測咗，而家都已嗰條片咧發咗，但係我冇公開到嘅。咁啊，我而家睇下個結果先，即係淨係發咗俾幾個朋友之後，我就冇公開到。咁我哋而家睇翻我嘅草稿先，草稿咧我就揀咗第一場係6811275，第二次更改，即係你第一輪更，即係你咁樣睇過一次之後，你跟住要選擇翻啊嘛，但即係有少少出入嘅。我睇翻我自己嘅記錄，咁啊。即係9號我係揀咗出嚟㗎，不過後面因為我都唔知我點解又刪走咗，如果咪中3匹啊，係嘛？啲10號我冇啊，10號線路神話，好似我落少少，好似有講咗嘅，有嘅後面講咗嘅，嗰條片有嘅，即係我錄製嗰條片係有嘅，我而家係。直情我而家結咗果啦，即開晒啦，係嘛？跑完啦，我而家先又重新落一條，即係我預測嗰條係有嘅。咁我草紙嗰度我就冇啦，草紙即係我有一剔過咁樣1至10總結嗰陣時諗嚟諗去，到後面就刪咗隻9號嘅。所以話有時篩選可以話係錯嘅，有時又話可以係對嘅。呢樣我諗個個都會遇到呢個抉擇問題啊。OK，即係我以呢個最終結果為算啦吓，682定係中咗68，中咗位置 Q 啦，第一場。OK，第二場。我選擇嗰陣時都係咁樣篩選咗第二場睇結果先，6910，6910，6我冇啊，九啦有嘅69，我嗰度都後面等下篩選有時10，但係隻10冇啊，係咯，呢度係差啲啊，仲有6910，6913錯咗，但係仲個位置 Q，仲位置 Q 嘅話，即係仲有2場位置 Q 啊。咁第三場9231，我首先睇最初嗰陣時，923，我923咧，一隻一我冇要到，但係後邊揀翻隻9231，咁樣就嗱呢個結果就係中晒嘅。呢個中晒4匹第三場9231係嘛？總是連環同埋仲話獨贏啊，仲話連贏啊，算牛啊，6匹咯，6匹有時唔難，有時唔易噶，
你當4匹計，你中咗3匹，中咗3/4，係嘛？咁算係咁啦，我呢個初哥嚟計，係咪？我唔係資深嗰個馬迷啊，我係好渣新嘅，所以我自己興趣咁啊攞嚟測測咁啦。咁有啲人問我你用咩方法啊？我都係師傅教落，但係師傅教唔係教你哋嘅，教八卦風水，落爻得啦。但係我呢啲係我自己去編排，自己去用自己嘅方法去諗噶。師傅教嗰啲係傳統嘅，我呢啲係屬於偏偏地啊。自己有啲興趣咁樣想玩下咁啊，第4場，第4場，第4場拍賣有第4場3、6、10、3、7，3、6、10、3、7。我好似13後面，好似我自己買咗條飛定咩？我有左腳㗎，好似我自己加咗落去，係因為係咯，但我呢度就冇啊，係咯，咁我即係當中3匹啦。誒，喺邊度咧？7、3、6，中咗3匹，唔係折 Q 嘛？但係你做膽嘅話都中嘅，加自己第13號啊！我當你哋有，我當你自己有13號啊，係咪啊？當你哋自己有13號啊！第5場1、5、10、1、2，中咗3匹，呢度中咗3匹，初九1、5、10、1、2，咩嚟㗎？點解嘅？1、5、10、1、2，哎呀，都係跟過去完，啱啲喎。1、5、1、2，哎呀，下次要整埋嗰個，諗住貪方便啊，整 number 算啦，又要整埋打埋我哋馬名咧，好煩，所以咧就我諗住慳翻啲氣力，慳翻啲氣力啊，係嘛？啊嗯，係中3匹，好嘅，第6場4153，4153嘅話，3、4、1都係中3匹，有獨影喺度啊！3匹，仲有3匹，4153，4153嘅話，4153中晒，呢度又中第2次中晒，即係3、6獎定係中晒，跟住講下咯，講下運啊，轉4153，但係我呢度4153啊，真係5號嘅，呢度我正話整咗去邊度？
都有㗎嚇。OK，哎呀唔睇啦，可能睇多學運啦，睇翻呢個啦，唔講其他啦。睇嚟睇去睇自己都撈亂咗。總之以呢個最終結果為算啦。我諗住俾大家睇下我初選係點樣嘅啫。我諗你哋加碼都會有初選嘅話，篩來篩去睇下正唔正確咯。最後千揀難揀，揀到個好燈盞。4153中3匹，好第六場5236，5236，5236，又係爭隻5號，即係中3匹都係3匹。咁呢度第8場653，咦，都係3匹喎，連續幾場都係中3匹。跟住如果你算百分比嚟計，你都上幾多樓啊？3/4，3/4，3/4。佢唔係咁計喎，所有，因為你揀咗幾多匹啊嘛，咁你喺4匹之中你揀中3匹，喺6匹之中揀中3匹，唉，一半一半啦。咁唔係㗎，你十幾匹咁樣計㗎。如果係咁樣分法嘅話，又係一條數嚟㗎，唔係喺你6匹之中揀3匹嘅問題，你喺十幾匹之後揀咗6匹出嚟，然之後喺6匹入邊再中幾多匹係嘛？要中數，咁你係咁樣中法，即係要2個階段，653差13號。都係仲維持 Q 同埋4連環嘅中膽啦，我當我哋3匹係嘛？傻笑，唉，傻笑。啊，聽唔到啊！你哋我哋而家播個音樂，嗯，好第九場，9257都係中 T，九二五七中 T，耶！我點啊？係啊，9257，17有冇錯？中 T 呢個又係收錢嘅，咁最後呢個第10場好慘啊！第10場真係幾乎全軍覆滅，呢度有隻13，呢度有隻1，拆嚟拆去，但係我呢度咧最早嗰隻即係心水，即係最早期係有嘅，係但係有晒12、13㗎。12、13、5咩鬼嚟㗎？又要翻轉頭睇12、13、6、1，12、13、6、1，12、13，12、13有6。Oh no！我就要一光年迷離喺嗰度有，所以之中，但係隻13、12第一輪係篩咗出嚟嘅。但係我唔理啦，我以呢個為結果嘅，只不過我話俾你聽，13、12我係第一輪係篩咗，但係隻13都做乜鬼嘢12啊，冇咗隻13，所以呢2個嚟計，篩選過濾器過得太乾淨啊，覺得話咁整體嚟有錢收嘅。係咯，係咯，下次真係試下咁樣投注方法先得，係嘛？即係用啲鏈用，嘢點解冇聲嘅呢嚿？